逐年年底，稀伫国小附设幼稚园，拢会办亲师生的联谊活动。老师除了带囡仔跳舞以外，嘛安排亲子做伙跳舞。对小朋友啊，对学习上啊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配合县政府教育处推动联合国儿童的权利公约，学校安排社工进行宣导，还有日工艺创作。透过这个活动，也能够了解我们天涯若比邻、地球村的概念。市地乡长甲县议员拢来陪囡仔同乐，对学校推动国际亲子教育正肯定。那虽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但大家戴着口罩，但是也体验着异国风情的舞蹈、异国风情的料理。透过外国料理来做交流，和亲子学习外国文化活动，佮亲子手工艺展览，展现这囡仔平常时的学习成果。